不是上面那个安装那个按钮，是下载这个，点我下载这个。那注意是不是免费的？有的会自动收费，要小心了。广告，你看这不能按安装了，按安装，宕机。不能按安装哦，按那个是广告的了。真麻烦呢，要下载个程式啊，又没有办法，这个不能按安装哦。嗯都有广告，找不到那个下载的位置。这是使用教学。嗯，不容易，要找到要下载的位置不容易。唉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